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简介。观众朋友，大家暗晚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平仁。今仔日奥运的选手返来到台湾，军机来到护送，会使讲厉害，出国比赛得冠军啊，摕金牌，光荣倒转来。但是全民运动的风气敢有大起来？国家的角色是安怎来铺排？咱今仔日好好来讨论。来，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，頭一位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教授陳志遠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陳志遠。那麼第二位，咱台灣頭一位 A 級的這個棒球女教練范元儀。大家好，我是范元范教練。那麼第三位，咱台灣運動產業協會理事長池正賢。大家好，我是池正賢。那麼第四位，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林家豪。各位觀眾，大家好。那麼首先，咱就來關心巴黎奧運煞過了木姓區的金牌選手林玉婷，甲銅牌選手陳念琴，上尾一批的國手今仔日返來到台灣。總統賴清德派出了3架的即 F-16V 的戰機來伴飛，佇機場嘛用水文力甲選手、甲教練團來致敬。機場真濟民眾來歡迎，來接待着咱的奧運英雄林玉婷，感謝大家的鼓勵，還有教練團隊的支持，互伊真正打拼的成績呢，互大家會當看到，嘛互世界知影台灣佇倒。歡迎各位 ，Ladies and gentlemen。飞行机特别到台湾国门边有3架 F-16V 的战机伫空中盘飞，欢迎咱的巴黎奥运代表队的成员归国。这届奥运结束，咱的代表队摕到2金5铜，创队史第2好的成绩。13包括金牌军校林旭婷、木姓区的女将陈念琴等等真侪国手拢做伙返来台湾。飞行机一到停机坪，托机公司就以水门礼来致敬。伫机场内，包括林旭婷毕业的英国工商师生等等几百个卖将拢来接机，甲现场是客甲叉，国手嘛真亲切，一直咧握手致意、签名翕相，不管啥物拢配合。林旭婷一看到妈妈，母女是亲情在染嘞。新北市长侯友宜嘛来接机。林旭婷是感谢大家对真远的所在来，一路替国手来加油応援。因为有你们的支持，让我这个成绩，然后让我的努力可以让你们大家看见，那让世界知道台湾在哪里。谢谢林玉婷的坚持哈，为中华台北金牌封关战哦画下完美的句点，让我们这次2024巴黎奥运会能够以2金5铜的好成绩画下完美的句点。林旭婷感谢教練詹志強替伊承擔真濟代志，對台灣查某囝的稱號，林旭婷講真公認會當得到這個稱號，不過經過頭嘛必須愛承擔更較濟責任。有一種一夕之間就是睡一覺醒來，然後就得到大家的關注，那我覺得還蠻榮幸、蠻榮耀，然後可以獲得這個稱號，但同時就是肩膀上也必須承擔更多的責任。除了這場鬧熱的機場歡迎會，8月56日，大總統要佇總統府內面接見咱巴黎奧運的選手，而且舉行英雄 party， 後壁就要進行台灣英雄大遊行，讓國人會當攏來看到咱英雄的風采。記者綜合報道。咱近擺若看到這吼得金牌倒轉來，心肝頭規身軀會感覺起雞母皮，吼，這天生自然的。看到咱國的選手，但是咱一再來反省講，這等不等於台灣的公營？伊個人的公營是毋是咱台灣的公營？這頭一個。第二個是台灣的公營，那麼刷落來，吼，這所以。會請4位來到現場，咱來看，咱台灣奧運奪牌的這個記錄吼，1996年啦，進前咱都賣算啊吼，96年Atlantic 哦單淨，但是這算作是哦對中國來規劃的吼。那麼2000年的這個悉尼5面，吼，咱攏賣講這細節的5面，啊，2004年嘛是5面，吼。
这个北京2008年吼4面，伦敦2面，2016 3面，迄摆佫损失一个体育主委，讲无着牌，我就死节，煞来2020，哇，这才有几面10面，那今年呢是第2坎的7面。我先问陈老师哈，陈老师，你个人认为讲，对啦，咱就欢喜一下，这是咱国的这个公营。那有人讲哦，我说体育哦，就敢若国力的，你敢有同意？这真正就歹讲的。你讲世界上上强的美国，因的国力真正是足强的。也毋过你看因第个牌啊，即届嘛是上济的嘛。因为若甲中国来比，因的金牌拢是同款的40块。也毋过其他的讲银牌还是铜牌，美国真正是上济，佫赢介济。所以我家己的想法是讲，为什么要讲即群运动员因的公营，因家己伫运动场的表现，就爱讲，我与有荣焉还是安那？我是感觉讲，这是拄好尔，因为拄好咱拢伫即个台湾出身，所以咱就爱家己支持。所以这是甲运动，甲阮讲国族主义要结合的足，有时阵足趣味的代志。伊讲，我敢是在林玉婷，无一定嘛，对无？也毋过为什么因的成功，咱就讲亲像我家己嘛成功安尼。所以这是伫咧阮讲运动甲国族主义因结做伙，咱家己爱去厘清的第一件代志。也毋过咱讲真正拢是与有荣焉安尼。为什么你无甲你讲 LeBron James 伊个摕奥运拿球的金牌？为什么咱无即款的连结？这就是咱讲国族主义安尼，这是咱家己去。但是我拍摄讲，我看 LeBron James 得到冠军，我嘛真欢喜，我会使欢喜袂？对啊，这都是问题所在嘛。为什么咱会做这款的连结？这都是运动伊的力量所在。我今日嘛会请这林老师来，就是林老师文章拢有写过。体育吼是国家的啦，运动是社会的啦。到底运动甲体育是要来分吼？我请这个咱的范教练吼，你来讲者，尤其恁自细汉就开始拍球，后来变做专业，你安怎来看待这路安尼？我觉得像这次看到那个水门的那个画面，就想到我小时候为什么我会喜欢体育。我永远忘不了那2008年的奥运，我们的银牌，我们那时候棒球拿到银牌。在那之前，我根本不认识棒球。我爸妈看的都是那个飞陀队篮球，很帅的，高高大大，很帅的。那个时候奥运的时候一转播嘛，然后台湾第一次可以打进4强，甚至哇，郭李建夫要跟日本打赢了就可以冠亚军。大家就在讲这件事情。我那时候很小，可能才国小，我就开始。哇，那个氛围是这样，我也会去关注，所以那时候凌晨看完，然后打完赢的时候，我还记得那个感动是很深的，那个就会牵扯到我后来为什么想当运动员。我会觉得哇，当运动员好吧，那个瞬间我会觉得旁边人都在为我鼓舞，那个被提升的力量是我好梦想梦幻的。包括这次看到唐家宏，人家在讲他，就说你去看《翻滚男孩》那个片段，有一个唐家宏在说看《翻滚男孩》的片段，大家就是说这样当体操选手很光荣，所以他也立志要，所以他就从台北跟他的父母搬到宜兰，然后开始这样训练起来。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刚刚在讲说，为什么我们对于我们国人，可能有些人没有运动，可是他为什么会觉得这件事是会有牵连跟感动的？因为那个就是跟你一样的人，好像生活在你身边的，然后你做不到的事他做到了，然后你就对于他的那个精神跟那个是一个很大的感染力。可是这个东西，如果我们自己的台湾政府的体育政策没有帮忙去推，只有台湾人民自己喜欢运动，或者是这样要去起来，我觉得那样的风气是很难的。就像在讲说，这几年。政府是有在体育上面用心，没有错，确实有。但是我们总觉得说还需要再更多做一些什么事情，再多做一寡代志。对，所以才会需要我们来讨论。是，
但是吼，你头下讲着讲，爱政府吼啊运动员啊，咱人的这个意识爱改变啊，咱会邀请了咱的市理事长吼，咱嘛讲过真侪届，后手不管是社会面安怎铺排，有选举选手有通有出路，有产业化，但是咱来看吼，咱的奥运真侪体育项目。无一定会当产业化哦。是，你安怎看待？我认为会当产业化的项目爱先产业化，比如讲足球、吼脚球、篮球、棒球、羽毛球、加乒乓、网球、高尔夫这种产业化吼。我认为，若要求政府每一个项目拢用政府的钱去帮忙，这是帮忙袂了啦吼。啊，所以呢，会当产业化的项目爱尽量产业化。互政府价值开伫较歹产业化，比如讲田径、举重，吼，这种较无法度产业化，全部伫台湾较困难的。安尼，你的政府的钱，有法度做较妥善的分配啦。吼，啊，你讲全部拢要摕政府的钱，我感觉这无道理。因为咱讲安尼好啊，咱台湾咧拍棒球、拍网球、拍羽毛球、桌球人遮侪人，是为虾米遮少人参加学会？做校会会员，你若地球欧洲甲美国，遮侪人做校会会员，因夹迄个纳迄个会费，参加迄 club， 对，用这会费，也是你通用这个会当培育这产业，支持这产业，这基础嘛。所以我是认为，当然台湾选手得牌，大家就欢喜，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心态。好，当然像他陈教授讲的。奥运这种比赛，甲世足同款，甲 WBC 经典赛同款，你几乎不可能甲国族主义脱钩，几乎无可能啦。你讲你办奥运，虽然讲奥林匹克宪章精神讲这是个人的成就，但是你讲这无法度甲国家结合，国旗就差就这不太现实。但是另一方面来讲，我认为无应该全部靠政府啦。好，你若讲。第一是中国集权国家，拢靠政府为着宣扬大外宣，这无法度。但是台湾即马的民主的发展，应该唔免甲安尼啊。我感觉这道国人咧看奥运的精神嘛，无啥共，看到因的成就会替因欢喜，但袂讲期待因替台湾争光。我感觉这有开始变化。这个气氛有咧变化。有开始，我感觉有正明显哦。这是进步吼，就讲台湾国人在看这代志的眼光较无共啊。好，会讲你有掉牌拍破啊，无掉牌，大家嘛甲你呼呼的，吼，甲你安慰，互你继续加油。无像你若伫中国，你无掉牌，这个等于真正会足危险的呢。好，所以我希望台湾莫去行迄条老路啊，咱应该是讲尽量互大家会当开始参与运动。你看戴资颖拍遮好，你感动啊？问题你想要摕一个羽毛球拍，要找所在拍球，你敢有所在通去？好，你看林育婷拳击这里啊，你想要学一拳击，吼，学习迄个精神啊，你转头一看，你敢有拳击馆会当互你去，这是咱爱讨论的啦。所以我讲，互甲产业发展和普及、参与度提高，这应该是接下来台湾的体育、台湾的运动应该要想的。我无认为讲奥运得几个牌才重要啦。我认为国人敢有真正参与运动，互家己较健康，然后透过运动经济和精神提高。这是我较在意的。但是吼，咱嘛毋是要做乌鸦啦吼。啊，今日请到林老师吼，林老师长期以来，你嘛看林老师吼，法律学系的老师，人伊做过吼，这电竞协会的训练组副组长，嘛做过这个手球的选训委员吼，嘛运动员出身的吼。老师，这到底吼，免咱来看待讲，就譬如讲运动员啊，一路训练啊，要分流，伊要安怎选择？咱外国的经验是啥物？咱台湾会当来，人有人讲无啦，你人口就遮少啦，你就无法度，敢是安尼？是，全世界差不多190几个，将近200个主权国家。咱可能爱问讲，咱讲的其他国家先进国家是啥物款的？无共款。都一种，嘿，台湾总共咱也认为咱家己，咱也自我认同，咱应该是一个进步的国家，吼。运动的成就，譬如讲奥运摕几银牌啊，这若是一个运动的成就，应该是自然发展的结果，毋是国家去主导、去控制、去为着真少数足精英的运动员去服务。我认为台湾一定要行到这点，这嘛是2021世纪。
咱袂使搁行入去1950年、1960年迄种冷战的时代，美国资本主义的集团甲苏联共产主义的集团拼国力，毋是。吼，我着金牌，社会主义较优秀，啊，你着金牌，资本主义较妥当，这毋是咱要讲的。咱讲的应该是讲一个运动变台湾社会人民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，然后自然就会精英化，有精英会出来。伊开始想要甲别人拼，开始想要证明我是世界第一，国家也是咱社会吼，即个群众的力量帮忙伊，咱讲 Let's Smile。上尾一里路，这才是一个正常的。吼，我认为台湾就像拄啊市里处长讲的，我认为台湾这届巴黎奥运，台湾社会的反应，互我看到一个正面、健康的方向。对，吼，咱支持咱的同胞，咱支持咱家己人。啊，无着办嘛，袂讲真懊恼这是咱的本性，咱一定是支持咱认同的人。好，这是足自然的，但是运动看人要拼牌啊。爱需要热情，但是讲到政策应该冷静。我讲这是台湾爱去。啊，若讲到政策吼，老师也参与到这个修法吼。是。到目前为止吼，这个法吼，啊，佫有啥物通爱修的无？即摆又佫要提升，佫要做体育部呢？是。总共主持人讲的是这个国民体育法，吼。当啊，这5字我都足有意见的。国民体育法，吼，所以都有讲到我讲。体育是国家的，运动是社会的，对不？吼，就讲咱应该活过来想，政府应该是帮忙咱，唔是政府来教咱安怎去。我讲这就最重要。吼，我无认为国民体育法这个法律有真大的问题，我无认为有真大的问题。我认为是这个咱讲体育运动部门，咱的行动者，咱大家拢是行动者。安怎去看待？咱应该以正确的方向去杀这个物件。我认为这才是重点，无一定是法律。吼，法律只会当指出一个方向。啊，譬如讲，那这体育部讲，好来，我像赖总统讲，来200亿，降落去。是，吼，哇，听起来都真厉害哦，200亿降落去。但是刷来就知影啊，哦，大家哦喙就开开，我这个单向的。协会，或者游泳的，或者安尼，紧来哦，紧来哦。这刷来变做啥物？我毋是讲一定会变安尼啦。老师，你会当小有切者，还是讲呼吁者？我唔敢去要讲未来安怎。我只会当讲，咱来为这个咱讲infrastructure，结构顶悬，咱来建立一个 good governance，好的治理方式。吼，政府需要治理。社会需要治理，协会嘛需要，吼，球员、运动员、教练，吼，再杀这个运动事业的人、举办比赛的人、观众、社会关心的人，咱来形成一个好的治理的结构。我认为咱可能上条应该是这点。啊，要对倒开始，看起来花安尼，哇，逐项都爱做。就你会当开始对你身边的代志开始关心。譬如讲，鼓励你的囡仔参加运动团队，鼓励你的囡仔参加运动训练，关心伊的训练，关心规个球队，关心规个运动环境，都有改变。学长，再回头来，请老师来讲吼，德国的经验还是外国的经验、日本的经验，所以我要请教就咱陈老师吼，你他讲到这个国族主义吼，这无法度避免吼，无法度避免，但是。即摆现不现？即摆体育部要提升变做部嘛，吼，体育部。那就治理呼应老师讲的，安怎 government， 安怎治理吼，这是一个必须要大家来斗参详啦，毋是讲过去拢是仰望吼，这主香金香吼，你来拜托啊，你互我预算，因为咱国的即个真济过去拢是我预算落去。啊！你也发展这单向的这协会、这运动安怎？你敢有观察讲要安怎来对倒位来落手，可以改变这个生态吗？这是足困难的问题，原因是安尼讲，因为咱不管是体育署还是体育部以后，
啊，其实为法律来讲，因无实权会当直接去讲，你这个学会你爱做啥，你爱做啥。其实因是一个监督的角色尔，还是讲你讲，我有预算，我有钱互你，啊你要安怎用，你要安怎用。其实政府无法度伫个过度干预，因到底是要安怎用，还是要安怎发展？你若是讲，我感觉你的治理有问题，安尼我家己我想要讲，要换你的理事长啊，啥啦，无歹势这无法度。所以咱一定要为公民社会开始做起。不管是啥，咱家己你做父母的，还是咱家己对运动有兴趣的，咱去加入这个运动社会。所以咱会当去讲，we 应该安尼做，安尼才对。啊，即摆为台湾就是有一个上大的问题，大家会比讲，阮即届林洋还是林玉婷，即届一块金牌当摕2000万，这是全世界第3冠的，对无？我安尼就想讲，安尼就真正叫做咱政府做代志吗？啊，不止中央政府，还有地方。对无？你讲台北市还是台北县？新北市，伊嘛要加码。我讲我加互你偌济安尼。不过这都毋是我想中是理想的政府去帮助体育的方式。我是感觉讲，你这个钱应该要用做更较长期的发展。因为一个林玉婷背后可能有100个失败的百姓的拳击手。所以你袂当安尼讲是你当然看到一个表现好啊，所以你去安尼甲伊斗相共，伊其实因无需要，因是上无需要即款斗相共的人，对无？所以咱即种较看短视近利，还是讲锦上添花即种方式，我是感觉这应该毋是体育长期发展的上好的方式。我请这个范教练来用你家己的例，譬如讲恁即摆咧参与的这个棒球。咱棒球免讲，咱台湾会使讲是，毋是算国球嘛，是第2强的是运动人口也足济，啊球队数嘛足济但是有人咧话，你这定定咧 U12、U18 拢得名，但是咱的职棒咱就拢无讲介好，像这种要安怎来开始？要来论述这个问题啦，这个敢是一个问题。其实要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不能只看那个有没有得牌得奖和未来，因为我们的人数真的太少了。我们其实，在从事运动的人数，我几年前因为被邀请当客座教练去日本，那日本就是他们也是很喜欢棒球，那很好玩的是，他们就是从小必须要是必须要，不像我们是这样球队送进一个球队训练。他们是希望每个孩子在课后都会有一个运动社团，还不一定是他所选的，最后要去追随的。然后当他选了这个运动社团之后呢，其实他们不像我们有运动教练，他们是这一个社区里面谁打棒球打最高阶出来领导大家，然后所有的爸爸都要出来当教练，然后妈妈们就是做后勤的工作。那我去的时候，其实我那时候很担心，因为我那时候是刚好拿到了那个中华队冠军，然后他们认识了我，邀请我过去。可是我会担心啊，台湾棒球好像比日本低阶啊，人家会不会瞧不起我？我又女生这样子。结果哪知道我去的时候呢，很好玩，因为他们没有运动教练这个部分，所以他们很有热情的参与。可是他们在运动训练上，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们就会很真诚的每一次训练完，40、50个大男生轮流到你家跟你请教，问你这些东西该怎么办。对，那个风气就倒这边呢，真的是这样。而且我去的还是一个很小的地方，我还不是去东京都，我去名古屋那个田园爱知县一个小的半岛。可是那不是只有他们那边才这样，是他们全部。啊，敢有外在的力量讲，你若有创这，我予你补给，我予你预算，敢有？我觉得那个是他们整个社会文化对于自己的期待，他们。完全不是这样。无加医生哎，你知道他们很好玩，就是我去那边的时候，他们的父母来跟孩子这样打球的时候，他们会为了说今天我在跟他们讲的东西，我日文很差因为我能翻译的东西很少，可是他们为了想要知道，他们会自己票选他们那一区讲英文最好的要来跟我沟通，因为我问他 English 大丈夫？那当没有。
可是他们就会想办法来跟你沟通，然后跟你谈这些事情。那我也得到一个很棒的力量，因为那时候在教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会来跟我说，其实他们觉得台湾这么小，可是棒球这么厉害，因为台湾的教练都很会教。我其实那时候有感动到，然后他们也跟我讲，就是你不要看我们日本棒球很厉害，可是那是因为我们 base 数很大，光是一个名古屋爱知县有140多队的国小棒球，全台湾。你知道那140多队每个选一个就好，出来跟你拼 U12、U15、U16，还可以参加不同的。那个东西完全不是我们现在说哦，我们人那么少啊，去 U12、U16，是我们全民参与运动、竞技运动的人真的太少，又特定的一定要这样栽培。我现在在 U12打好，我上去受伤了，U15我就不见了。是因为这样子，我觉得那个比例没出来。所以第一已经变成文化生活的方式。而且社区为种，我应该爱形容是啥物事？社区内面大家有一个，你无参与，敢若好像，敢若对袂着阵安尼吼，大家来斗阵参与，这种气氛啊，这个社会气氛吼，对着一个产业的形成是真重要。我也知影讲，日本人即马骹球啊真发展，我要请教着市理事长，人迄个骹球是对无开始的咧。因是安怎用的？咱刚才看到讲，伊就请这个外国的名星的这球员啊来踢咯，再偶像化啦，安怎？干嘛呢？谈到范教练讲的哦，我进前去日本演讲，台湾伫日本的官员嘛，甲我讲哦，伊搬去日本上大压力就是伊囡仔若周末无去参加比赛，伊压力就大。因为因同学爸爸妈妈讲，恁爸爸妈妈是安那来无陪你来看比赛安尼吼，因为这是一个共同的力量吼。过来讲，因为咱我今年21岁，我20岁的时候，其实台湾各个运动项目甲日本应该无差介济啦吼。棒球可能输一寡，但是咱排球、篮球，还有比拼，拢有拼，即马是完全甲人无拖啦吼。但是你讲日本即马拖呀，如果安怎做？上出的囡仔去上就去国外学习嘛，吼，跟国外跟巨人学习，学习了等下我甲日本人做代志，因为阮同事是日本人啦，吼，因做代志看足长的，4年、8年、12年、16年、20年，伊无得看1个月。咱台湾的教练吼，到今嘛嘛是哦，拜五下暗8点9点发讯息，互家队讲明仔载该练习时间，吼，本来练8工练全工，还是本来练3点改5点。咱的做代志是咱的体育署，咱的协会的做代志拢是以周为单位啦。人日本是以4年以上为单位，伊是长期的计划在讨论。我一道甲阮同事做伙的时候，伊接到电话，日本体育部门上悬的吼奥运冠军敲电话伊讲，我要甲你讨论一寡政策，我们要讨论16年以后的日本的体育，16年咧。我伫边我听伊讲用意甲我讲伊。上靠伊伊在讲16年以后，日本的骹球协会本来要叫伊去做因的顾问，伊讲吼爱3年的时间全职，我都坚持全职底下规划日本未来20年的运动科学伫足球的应用，人是安尼做代志啊。所以第一，因退啊，如果因到国外学习；第二，他们愿意改变。不，人讲现在30年前的日本的训练嘛，无人介济啦，但因即马。就爱学习过来我讲者吼，奥运期间吼，因为阮同事嘛，伊拢有做线上课程。奥运期间伫巴黎的教练哦，参加阮同事主持的线上课程。你会当想象一下，伊伫巴黎，伊边啊，搁咧剪，在剪，伊用时间参加阮同事主持的线上课程，咧继续咧讨论咧学习。内面拢是日本篮球、足球、橄榄球的职业队的教练，国训中心的教练。哦，因的自我约束甲学习的迄个，我这真巴结咧做，甲人差太济。但是这是公部门后面咧推杀，还是讲因家己要学习？因每个月拢有人对日本飞来台湾看阮这同事，安那教选手哦，自费哦。因自我要要求家己迄个动机太强诶，我认为这甲文化有关系。但是第一，另外一个足现实的，因伫迄个产业，因知影讲伊若是第1名，伊会互迄个产业
跑起来，对不？伊的薪水就管你看日本柔道队国家队教练迄是年薪以上亿台币呢。日本国家队柔道教练上亿台币年薪呢。啊，所以你有表现，你有结果，人就互你这相应的报酬嘛。啊，这是伊的产业有够这个水准啊。我佮讲一下吼，2020东京奥运巡延到2021嘛吼，因迄个巡柔道队做一个 AI 系统，预测柔道比赛结果，条啊抽出来了吼，当天马上预测每一场比赛胜负，你们命中率多高？90%。所以杨永伟有得牌，伊有预测到。刚刚兵棋推演啊，讲咩？做干呢？因公布这些消息呢，你有无道你一定要佩服他，有够厉害，柔道协会做干呢呢？东江抽出来了，伊就甲你公布讲每一场结果谁胜谁负安尼呢？啊有厉害不？啊因投入，唔係叫做运动科学，咱党讲运动科学讲假。所以你是当真正投入做干，你不管越强，你不管日本伊即摆竞争，因为钱拢对倒来，除了国家以外，这都就是企业啊个协会，企业协会。对啊，当然伊形成产业化，伊无惊开价钱啊。这我认为你想，你若讲遮侪人参与这运动，企业当然帮忙嘛。好，咱讲，你若讲全台湾，对嘛？你全台湾2300，你若讲1000亿人，1000万人拢会关注体育，你讲对一个企业袂注重，一定注重的嘛，因为伊知影足侪人关注嘛。我透过体育的赞助，会当触及你家的潜力消费者嘛。所以这是一定是鸡生蛋生鸡的道理啦。是。林老师，你会当用你，譬如讲你在德国也好，还是你观察在世界各国，人因为除了日本以外，会即个例互咱听。我只会当讲每一个国家，因为伊的历史传统无共款，对运动做即个咱人的性命甲社会生活重要的一部分，其实伊的态度无共款。日本是一个例，吼，欧洲是另外一个例，吼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讲，你看咱台湾，借问的吼，咱爸母担轻为着囡仔要补英文、补数学，开钱去补习，大家嘛讲无问题，吼，一间无够吧，要去两间无，这个无够用，咱要去别间无，对无？但是你讲台湾的家庭有偌侪人讲，咱的囡仔才无够好，但是希望运动，我就甘愿开钱，我必须我承认。这就是无共款，这就是差别，吼。就讲欧洲人伊就细汉，讲较白，伊就出世，你就是运动俱乐部 （sport club） 的成员，吼。德国人统计，一个囡仔到10岁，到差不多10岁，已经接触4个项目以上的运动，接触4个，然后咱大家条件无共款。吼，每一个囡仔拢无共款。吼，你爱篮球，我爱游泳，伊爱拍倒球，尊重大家自然发展。无人讲，你以后在做奥运选手哦，其他你拢莫学啊，你就专心做这。我看你应该无望哦，唔通讲去训练啊，读册较重要。欧洲无人会安尼讲，吼，所以我会认为讲，咱台湾即嘛有真侪真好的发展，政府真支持，但是咱可能啊，搁较冷静坐落来去想。什么是咱的国民的生活？安怎看重这个运动？你这是每4年看一个奥运摕到金牌，你爽甲实在是不得了，隔一礼拜就袂记的。对，你要安尼啊？还是讲无？当啊去囡仔去补英文、补数学共款，我对囡仔吼去做运动训练，接受考验，唔是伊人生。我就问吼，咱大家囡仔。读小学、补英文、补数学，你等下讲，安尼你一世人你就做这，你一世人你就做迄袂。但是咱为什么甲运动会甲这未来的前途连做伙？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偏差的所在。你若说对问一下吼，咱过去拢讲吼，万般皆下品啊，唯有读书高啦吼。你家己迄阵时做运动员，啊，搁读一边读册，你心内所认知的。还是你处理好你的这个灌输的这个概念是啥？是，我认为所有就囡仔时代就开始认真做运动训练的人，
拢有一个梦想美梦。我想要做职业选手，我想要拍奥运，吼，无几年你这希望落去无去。像我以早做披萨嘛是安尼，大家拢会转来现实，对不？吼，但是咱台湾甲这个物件看做伤绝对，看做一个你无权利决定，我替你决定。我认为这就是台湾上大的问题，吼。咱的选手，咱的少年人摕到奥运金牌，大家都应该欢喜。但是唔通，就在拄啊陈老师讲的，唔通甲伊绑做国家的目标。社会的拜托的，唔好讲安尼啊。咱咧甲运动训练当做每一个人生活体验的一部分。你的厝的人，你的囡仔，你的事业，咱拢应该支持。台湾只有行到这点，咱才会使正常来看这个问题。这是正常的国家啦，正常。但是哦，我啥物拢较正常。安尼，陈老师，安尼我问你，这200个，你认为应该安来分？这伤困难，无法度回答啦。咱头拄仔讲到迄运动的气氛啦吼，无一定是参与，参与足这方式。你讲你家己拍球还是哪去骑脚踏车还是哪？要毋过即届奥运的转播，大家有伫咧查讲，倒位会当看到免钱的转播？是咯，对无？讲国家啊，我开一下钱来，互大家拢看。对啊，其实公司甲华视有转播嘛。你若想讲，我要看足侪无共的，甚至是转播的奥运的赛事，你会当买。毋是讲伫咧广告，真正爱有台有伫咧做，爱有台伫咧台湾一个月150块。你就会当看到全部的奥运的比赛。咱讲咱一个月150块，有人都嫌贵。咱来比较看卖，英国上大的一间叫 Sky Sports 天空体育台，一个月9台票800块。伫咧美国即马有一个新的ESPN Fox 因加起来，一个月伊新的媒体叫 Venue， 一个月1300台票。你大家想讲，我有6岁啊，为什么公司甲华视咱讲公广集团，为什么遮少？咱拢有，但有诶台湾的选手有诶，佫看无。咱来比较者，台湾公司一个人平均一人40块，一人40块，互公司公广集团。咱来比看卖 ，BBC 即届伫英国嘛是做足全面的转播，一年 BBC 的收视费用是6300块台票。一个人，一个家庭啦，咱讲一个家庭。因为一台电视你都要纳1份的费用，就是6300块。咱大家拢较熟的日本 NHK 因的收视费亲像有地上的，还有 BS 迄个卫星的，一个家庭一台电视就是1万块台票。咱公司40块呢。咱若是想讲体育赛事的转播，真正是咱作为一个台湾人足公平的，所以咱应该爱互公司还是公广集团，咱若想要看免费的，咱真正爱纳较济才对啊！你看咱甲日本、甲英国，这是要安怎比着？咱是想讲 OK， 不要紧，咱家己想，你家己爱看的，咱家己去买。头拄我讲过，爱有打一个月150，英国。一个月800块，这是要安怎比？所以咱这个资源是毋是为着头拄啊，因拢大家拢伫咧讲，这产业其实媒体嘛是最重要的。要毋过咱真正愿意去开这个钱的，真正是伤过少啊。即媒体嘛是爱咱来重新来检查一下，到底即摆有人咧呼吁讲，这公共电视还是国家的电视台，应该通人拢来看到，这我要请教咱范教练恁当然做运动员，希望大家拢爱看到嘛，但是我有看，其实咱金融旗啦、高中的啦，是青少棒啦，还是小棒，其实拢有咧转播，但这种转播到目前为止受注目的，这情形其实是无介济。你在你做教练做裁判，你认为这媒体应该爱顾什么角色？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媒体，不管还有自媒体，
都会去转播，可是跟那个人的眼，还有你制造的气氛是什么很重要啊。我们会去买这个东西看，里面一定有你想看到的 role model， 就是那个人，或是那我们平常在看的就是看你自己亲朋好友，所以技术也没这么强，然后亲朋友你可能就不会想花钱。可是，在日本，例如他们，我那时候去的，他们跟我讲一个，我觉得这个例子还蛮好玩的。日本的甲子园开打跟日本的职棒，你觉得日本人会最想看哪一个？会花钱看哪一个？他们跟我说是甲子园。对他们说为什么？他们说日本职棒已经是娱乐化了，但是甲子園那个精神，是他们想看的。就是呼应刚刚在讲这件事情嘛，到底我们只是看一个就是 video 还是什么，还是我们要看它背后的什么东西？然后我们有没有制造出来那个气氛在？那个东西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，那运动价值跟价格这两个东西是不能比的，但是我们一直都只在看那个多少钱。这日子吼，会鼓舞吼，会当互大家安尼看到安尼，哦，家母陪落来，迄种感觉，不管你是职业还是业余的啦，是这个意思嘛，吼。啊那理事长，在恁若看讲，那甲子園，伊敢有通变做一个产业呢？因为甲子園是长久以来拢是一间报社，吼，两间报社因去合作，啊，变做一个传统，甚至譬如讲，日本的马拉松，吼，这个东边甲西边的，因叫做传艺，吼，安尼走，哇，这看咧，逐年都咧转播，但这并无一定会变做产业化，变做一个全国人民的这种意识。这种仪式感是安怎来形成的？咱来讲运动媒体，其实台湾运动媒体是行到一个 critical point 啦吼。我讲一个上简单的，假使讲艾尔达真正开5个代表去买啦吼，正常咱来讲，咱即马这5个人是艾尔达的最高主管。你要决定要开5个，你唯一的想法是这5个要对谈回收啦。吼，除了收视付费的一个公格嘛。台湾上大的问题是，这所谓的广告商愿不愿意抵你播运动比赛时去下广告啦？你若讲任何一个媒体，知影讲这道的奥运有这热，有10亿的广告费，大家是抢要甲伊抢，要甲伊拿到转播权利嘛？问题我相信任何一个电视媒体的业务的主管啦吼。你若讲伫一年之前问讲要标奥运无，伊绝对甲伊讲无，因为第一东京奥运就侪人看，但是伊是疫情哦，过来时差3小时，你敢有法度要着讲李玉田得冠军？你敢有法度要着讲李阳文星会得冠军，会收视率才悬？你无人敢咧讲，搁加上时差。无人伫一年之前甲你讲5月，我趁会等拨落去。我甲你甲拨来，啊我甲你收6亿、7亿个转播权益金，无可能嘛。业务主管若无这个架势讲，我有法度收这权益金，就无可能标啊。所以到尾啊，艾尔达出来标嘛是不得不的结果，因为伊后台伊的财力较好嘛。啊，伊标着了，伊要对收转来。伊若讲广告权利收不来钱，他唯一的方法就是对收视户啊，无要安怎？大家讲，即马大家看华视、看公司，你来广告遮济，那安尼讲就无水准啦。因为你想要开足济，少钱看，你就一定要有人广告嘛。所以这是鸡生蛋，蛋生鸡的道理。你若不了解所谓电视媒体运作的法则，你就刚讲应该免费。问题免费。所谓的免费是一定有人摕出钱啦，问题台湾的电视转播以体育来讲，无人要出钱嘛。猪请狗请食饭，结果鸟来呼啸。你讲较歹听，今麦全台湾唯一一个运动联盟有法度摕到转播权叫中华职棒啦。你今麦连 P 甲 T 拢无法度摕到转播权利金呢？P 甲 T 近2年拍甲变叫嘛，拢1仙都无摕呢。因为电视台无法度卖到遮侪广告，互你传播权利金嘛，所以一定是你莫甲我恰住，我莫甲你恰住，互不恰局的状态嘛。我帮你播啊，你互你讯号，互 YouTube 帮你播，对，就是安尼。这是台湾电视的现实条件嘛。所以这讲等于讲，你若全台湾每一场比赛，全台湾2300万人，2300万人有1000人看，我甲你保证，电视台一定收到足侪广告赞助的。
问题无嘛。中华职棒上好性就是冠亚军赛偌济人看，200-300万人看尔嘛。所以即马林育廷的冠军赛，啊个李阳、王麒麟好几百万看，迄是足恐怖的收视率呢。所以你哪有可能伫1年前预测有这两个金牌？你无可能，你就无可能甲伊播嘛。所以这是现实条件就是安尼。所以你若讲大家佫无要纳钱，要上买转播，就像越南都无人要播啊，唔得安尼。所以这是。所以为什么商业最重要？商业若无成熟，这个商业运作不出来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唯一的种大家拢在参与，大家拢在看电视、看运动。你即马有足球会当看，网球会当看，高尔夫你都无看嘛？啊你敢知比方是台湾讲实在，美国职棒即马无人要看啦。好 NBA 嘛，收视率嘛下降啊。啊，过来你讲高尔夫、网球，其实看嘛愈来愈少，所以。对台湾的运动媒体来讲是足困难的啊！哦，你是你讲到安尼，大家真悲观啊！你全台湾人拢无咧参与的，这是真足困难。啊，咱今日死的是咧讲啥物？但是我会感觉是有，大家讲到这还是会行，对，但是无迄个持续的这个热情啦，是，无人去遐烧，对，无人去遐铺排，对，因为我看了啊，我刷了我要看啥物？像阮太太。伊迄个1年365天，敢若看迄2点钟啦。啊，但是哦，羽毛球拍得真紧啊！我看无啦，但这什么啥赢啦，啥赢啦，伊嘛唔知啊。但是伊就看哦，拍波安尼赢，安尼伊嘛看。但是咱就想讲，啊，像伊这种的，敢有通啊？日后这1个月来持续讲。互伊过来继续看，我有甲试验嘛，啊说，我干那一项，讲带伊啊甲阮囝啊去来运动，安尼看有法度无？除了安尼啦，所以咱在看讲，一直甲劝说讲啊，咱的意识爱纳钱安怎？老师，这外国因是文化是安那养成的，是自学校内面教育，还是家庭的教育、社区甲饲落去到用。有啥物通好做这头一步啦？是，昨天你想要讲的吼，我认为 business is business， 生意就是生意，生意无法度靠道德，支持咱的选手，伊就法度支持，无可能，吼。就讲我认为，我定比如，咱4年看一届奥运，这个是因为咱有得金牌，若无得金牌咧，咱是毋是当咱来看奥斯卡颁奖典礼共款？那无离安，咱要看啥？讲简单就是看热烈，就看热烈。当下我有follow，我无互时代淘汰，这样的人吼，咱应该去慢慢改变。改变就是讲，你毋是当下 sport viewing， 你毋是局外人，你毋是咧看一场，你熟悉也好，无熟悉也好，我无认为这届奥运进程，台湾有偌侪人捌林育廷，无几个人捌。咱当下咧看一个外人。咱是认为咱是家己人，对无？我认为其实这种什么生理转播，有法度财务上支持的，应该是一个自然发展的结果。你无法度跳过这个结果，讲啊，咱大家拍拼看，你无可能。对啊，你拍拼看，因为无可能拍拼看。对啊，咱李处长讲的是真趣味的。李处长讲，台湾有2300万人，对无？我甲你讲，台湾40年以后。当下剩1600万人，对啊，好啊，咱是不是慢慢爱比即嘛爱入2倍、3倍、4倍的钱？咱当看到比赛，哦，其实毋是，咱应该要为是咱家己、咱厝的人、边仔的人开始参与运动，这个活动开始，这个活动本身就是商业化的概念。你需要买一寡装备，你要买衫，你参与有活动、有饮料、有啥物，这就是产业。台湾真多人误解，商业化就是职业，就是有人靠从事这个运动落薪水、落前途，这不是真正的产业，这只是商业化一种某一个国家真罕的看到的条件，才有法度职业化。这足罕的。你讲美国除了4大职业运动，其他都无法度职业化，无法度啊，对不？好，咱应该爱去正常的角度
健康的角度看这寡代志，这才是商业化。但是吼，头头老师咧讲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团报的角色哦。我即摆看这奥运的这个解说哦，歹势，我有当是因为有诶，咱台湾较歹看的，我就毋是讲咱台湾较歹看，讲唔对。我的意思是讲，咱咧看外国选手的时候，咱台湾无转播啊，吼。我会去看迄英语的解说，吼，啊，甚至有当是对话人伊的解说，咱讲坦白的，人伊的解说吼，足专业的，吼。那电竞啊，骹要安怎弹起来，免起跑啊，节奏是安怎咯？人拢讲甲真迄落。老师，你对这个传播的角度，而且是你体育大学咧教册吼，咱国的这个传播水准，是毋是啊？佫是钱的问题，还是阮无？其实咱会当马上就来改变。我是感觉讲，但是讲到奖评还是赛评的这个角度来看，因为咱平常时无。淡薄啊，种热门的迄种的运动，所以你要去找迄个赛评，真正无较难哦，因为因无迄个经验。要毋过台湾有迄个人才无？我是感觉有吧？我是感觉讲，恁校就一堆。对，即届我真正是有找阮足侪老师做伙来做即个赛评，啊，得到袂歹的回应安尼。所以我是感觉是有哦。那讲是外国的比赛还是安那，我是感觉无一。因为因讲英文还是安那，因当然因的人才库足大的，全世界拢是因的人才库。因要找你若会晓讲英文，啊，你搁捌你个运动，你都会当做因的奖评安尼。啊，为台湾人来讲，即届亲像爱尔达有一个赛评，伊是滑板的，我咧对着大家足侪讨论，对无？足趣味的，伊就用台语来讲即个滑板。所以咱讲这运动文化真正是有足侪可能。啊，即届亲像嘛是亲像花式，因即届嘛是找女性赛评，像顶礼拜咱请着阿飞教练来讲boxing，对无？所以我是感觉讲，咱的人才绝对拢伫遐。啊，就像范教练嘛当讲棒球，对无？啊，理事长嘛当讲网球，嘛是讲了足好诶。所以我是感觉讲，咱的人才是伫遐，要毋过咱的媒体是毋是有提供遮尔侪机会吼？所以，我是感觉讲啊，即马讲。将有遮侪运动产物，我是感觉这几年来骹球我有看到希望，因为囡仔去踢咧幼幼足球啦，还是哪，我是感觉讲骹球这几年来是有足侪成长，对，所以我是有看到机会，这几年来讲体育改革，我是有看到迄个希望。莫只讲咱讲要1点钟讲啊，台湾的体育无救啊，是安那？我是感觉无遮悲观，无啦，真正无影。我是感觉有救啦。我是感觉讲有死的，我就感觉有恁死的，我就感觉有救啦。我是感觉有这个机会啦。是范老师吼，你棒球以你家己棒球经验，即在日本你来看，人因是安怎来做这职业甲业余的这个接触啊？安怎来分这个哦？你跑了会使，你来职业，因安怎来做太监呢？我觉得就跟刚刚教授这边也讲的是一样，是他们是自然而然的，就是在他们的文化里面是，我们一定要选一个运动，但是我国小选完了，我国中可以换运动，对他们来说换运动很正常，我只要有运动就好。可是当我要进到高中的时候，我就要去想，我是会读书的，我可能要走技能，然后我要不要继续打球，或者是说我做相关的，他们这个会很明确的自己就会去知道跟判断，他们就会去这样做。那我之前有我自己毕业的学生，他们到了日本去打那边，他们现在日本也会去挖台湾的选手过去，那他也是在那边大概打到高中以后，后来因伤。就是伤势，他虽然用那个成绩保送到大学，可是他完全走了一个不一样的路。他对那边的建筑很有兴趣，后来他去帮忙那边的偏乡做一个，就是可以自给自足的生活。那他在那边的时候，因为他还是喜欢打棒球，他可以去带那些小孩去打棒球。哦，所以说运动的经验是给予我们想要变得更好，或是让人生更丰富的一个能量。它不是一个可以换，我可以月薪多少钱，我可以有车有房。对于我们体育人来说，那是一个找寻自我的开端。沉浸在里面，虽然那个外表很痛苦，外在很痛苦，被训练，夺牌会被骂，或者可是在那个训练的当下，突破的过程里面，那是我们找寻自己的能量。
我们也一直希望，其实在这个过程里可以让大家感受到。可是长期以来，我们太多的得牌文化，跟长期以来太想看到体育等于几分，那你就看不到它真正的价值在哪里了。老师讲得真好，吼，体育是种自我追寻的这个过程当中，自我完成啦，一日一场。是，我认为就像咱教练讲的，体育是自我的追寻，哈，自我价值的实现。我希望奥运以后，咱台湾能在这个部分开始在讨论啊，就今麦来听的总统讲的嘛，吼，以供足球爱社区化、俱乐部化啊，行政院长嘛，讲爱人人都是体育人嘛。其实吼，我认为是安尼，竞技运动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，你只是参与的强度无共，无甲你年岁几岁无关系，但你拢参与是上重要，参与是上重要的第一步啦。上无食米粉人化烧嘛。好，感谢4位，谢谢，谢谢。